分享今天的第一节课，然后《道德经》第57章。请讲师慈悲前道夫，坤道夫，讲师好。讲师好。各位前贤，请坐下。付前人，各位讲师，各位副领任，讲师，各位坛主，大德，大家早安。讲师早安。感谢上天慈悲，祖师弘慈，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和老先生的五大牺牲，前人、点燃师以及各位贤贤苦心栽培、策划，让后学有学习疗业的机会。大家会不会很奇怪，为什么后学讲国语？怪怪哦。不会，后学也很痛苦哦。因为我们规定我们中心今年重新调整哦，今年开始的新上经典班要讲国语，要讲国语哦，不是后学故意讲国语哦，是我们现在开始要讲国语。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国外道亲在反映哦，台湾怎么这么好，都有这种经典班可以上课。那国外的道亲他们也很想要研究经典，但是他们没有很多的人才跟他们探讨经典，所以他们很想学，所以呢就改成国语啦，然后国外道亲他们就可以线上上课，直接这样连线。所以现在不止我们在上课国外道亲也可以现在是在连线在上课当中。所以为了要让大家都能听得懂，所以呢我们今年开始要改成国语8音，国语的接受度会比较高。后学就觉得我们老菩萨很厉害我们以前讲台语是为了让我们的老菩萨可以听得懂，那现在我们问老菩萨讲国语听得懂吗？很厉害。你看我们老菩萨很厉害呢，台语听得懂，现在国语也听得懂，但是你叫那些年轻人说台语听得懂吗？听不懂。是不是我们老菩萨比较厉害？国台语都听得懂，但年轻人只听得懂国语。姜还是老的大。好了，所以呢，后学也是在学习因为平常大部分的时间都讲台语，那突然要把它转成国语很痛苦。还有适应期。大家可能觉得不会后学国语应该也没有问题可是平时讲话就是讲台语，那上台讲课也都是讲台语，那突然你要把它转成国语，那个思考的方式都不一样。像后学今天才在跟同学说，你知道吗？我在想到你的时候平常在想到你之后想的是台语转。现在不行了，现在想的时候你不可以想台语，你要想成国语这样子你等一下上台的时候讲出来才会顺光是在脑袋里面那个就卡，不是很顺所以多多包涵。如果国语讲起来不是很顺的时候就多多包涵。但是至少后学的国语不是台湾国语是标准的国语所以应该是还听得清楚啦我们大家共同学习互相学习后学练习讲国语，那大家也练习听国语，让整个班程能够更圆满，让更多的人能够受到法语的滋润大家都可以共同来研究这个经典。那后学今天担任到的是第57章。
大家知道后学每次只要排到要讲《道德经》哈，那可是几个月都睡不安稳。哦，辛苦了。这个老子的智慧实在是太高深了哈。那依后学这样子的一个程度，你要去看《道德经》，那真的是看到后学很无奈，看到后学很痛苦有没有？那真的是力不从心的一件事情哈，非常辛苦，看就看不懂了哈。什么？第一个看就是一件很大的问题，你要先懂。那看懂了意思之后，你还要去想它里面的深意到底是什么所以实在是看后学上台到现在几分钟，已经叹了多少气，大家就知道后学真的是很痛苦的。不容易。不可以这样子，这样会给大家压力那是后学比较才疏学浅。那后学要分享这一章呢，我们之前在研究《道德经》的时候，我们都是看很多的注释版本嘛，现在市面上的版本有很多，那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看法，然后依他的看法去注解这一本经嘛。所以以前我们研读的方式就是会收集很多很多的资料，然后去分析各个注释的方式。那后来我们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因为我们《道德经》是由我们王典传师来指导。那去年开始，我们研究到后半段，研究到70几章的时候，王典传师开始用八仙注解的版本。八仙就是我们有女主，就是八仙来注解。然后发现到原来仙佛注解的跟我们一般人注解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更深入心性。所以呢，就开始大家重新研读。我们现在的《道德经》又从第1章开始去重新研读，然后就用八仙注解的版本，然后去研读这一本《道德经》，然后发现到哇，这样子确实是更有味道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读到第7章，那后学今天讲第几章？57章，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后学这一章我们还没有研读到八仙的版本所以后学要用自己去体会八仙注解的版本，那后学都觉得很辛苦。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八仙的注解。后学在看八仙注解的时候，都会觉得为什么比本文还难？他的注释比本文还难体会所以都要经过我们王典老师的分析之后，后学每次看完看不懂，但是去上完课听完典老师分析之后，就觉得哇，原来这一句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有典老师指导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让我们豁然开朗。但是后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没有典老师事先指导。所以后学就要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去理解里面的意思。所以在这边要先各位说声抱歉，因为后学的理解，对八仙注解的理解不一定是正确的，只是后学对他的注释的一些心得感想做一个分享。所以如果讲解当中有错误的地方，在判请各位浅显能够多多包涵。好，开始进入本文。那以前呢，后学都会带大家带读一次那因为现在是国语，国语就不用带读了，对不对？好，就不用带读，所以呢，就大家一起来把它念一次我们念过，我们会比较有印象。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把本文念一次。以正治国，以机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都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之分，人多技巧，其物之奇，
法令之章，道节都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57章的本文。那这一章一开始就在讲治国啦。那后学就觉得治国关我什么事？我只是一个平民百姓，治国是政府的事情啊，那跟后学有什么关系？那既然如果没关系的话，圣人为什么要留这样子的一个经典下来？所以一定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其实字面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治整个天下这个国家，但是实际上它其实是在讲治我们自己。外面的这个国家、这个天下是大国家、大天下，那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小国家、一个小天下，所以我们不是要治外面的国家，我们是要治我们自己本身这一个国家。所以呢，讲起来，其实治国讲到最后，它其实就是在讲治心。所以会发现，其实他讲都不离开我们的心啊。那所以说这一章的章名呢，他把它定为淳风章，淳风。那什么是淳风？朴实敦厚、淳厚善良的一种风气。简单来讲，就是一种好的风俗习惯，好的一个风气啦。那一个好的风气要怎么形成？一定是上面的有好的习惯、好的作为，那下面的人感受到大家全部都是养成一个好的行为嘛，那全部的人都是好的行为，那自然而然这个地方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风气。所以一个地方好不好，我们一到就感受到，对不对？感受得到，看大家的言行举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一个地区，这一个家庭。这一个地区、这个团体的风气好不好，这是感受得到的。这种风气看不到这种风看得到吗？风是看不到的，但是感受得到。风吹来，我们知道有风，但是我们看不到风。同样的，这种风气、这种淳风也是看不到的，它是在无形当中。无形当中这样默默的在影响，也是我们自己感受到的，我们知道的，你去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之后让大家感受到的，所以这种风就有一句话在讲，君子之得风，小人之得草，草上之风必偃，所以一句话叫做风行草偃嘛，你好的风吹过来，全部的人都受到这个风的影响，草就会被倒下来了。都沉浮在这里，都感受得到，所以这个风的影响就会很大，所以上面这个就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说要看治国，就是你这个君王你君王不正的话，你国家下面的一定是不正的。那你国家要好，你君王一定要正。所以我们人，我再把它拉到我们自己，我们人要好，君王要好嘛，对不对？君王要正嘛，那我们身上。君王是谁？自性本心，自性。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啊。自性本心。所以我们心只要正了，那什么就正了，对不对？心正，我们的念头就会正，念头正了之后，我们的行为举止就会正，所作所为都是正的。所以要从心着手所以所有的乱，天下之乱的根源在哪里？在我们的人心。就在人性所以他才会讲要来治所以开始我们就看看圣人怎么来治后学挂号的部分蓝色字体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八仙注解就这么简单就是这样子所以就要考大家可以想想看到他这样子注解，然后再看看后学的分析，跟大家想。第一句讲以政治国，
你要治国，后学刚刚有讲哦，你治理国家，你用好正确的方式去治理，这个国家一定是国泰民安嘛，所以一定要用正来治国。那到底什么是正？正依我们来想，我们会觉得正它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行为啊，正确的。所以你用正确的来治，你一定要先正确。你如果不正确，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所以上面的一定要先正，下面才会正啊。那到底什么是正？正这个字是不是止于一？上面是一嘛，下面是止嘛，合起来就是一个正字嘛，所以正呢，其实它也是止于一。那我们能够止于一和这个正，就可以不偏不斜不乱，也就是说我们在居中，我们能够居中不偏不倚，那这个就是正。这个就是正啊。所以八仙才会跟我们讲说要明神啊，我们的心神要止于一。那一在哪里？一在我们的自信，一在我们的本心嘛，所以我们都是要回归在我们的自信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首选，要回归。你懂得回归，你懂得让你的心回归本位，居中，止于一。那我们的所有的心念，一定就是从自信所生发出来的。那由自信所生发出来的每一个念头，它一定是正的。它就绝对不会有偏斜的。那这样子出来的行为是不是就绝对没有问题？一定是合乎道德。所以你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治国，国哪有可能不治得好？所以说要正就很重要。那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一个正，就是要找到这一个一，只在这个一所以呢，在内就是跟我们讲，我们要收摄，把我们的心神给收摄回来。让我们的心不要再散乱了，把心收回来了。各位姐姐，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求道，我们也都有知道说，我们求道三宝要应用啊。那三宝的第一宝是什么？叫做玄关嘛。这样跟我们讲要易守玄关。那各位姐姐，我们有没有在易守玄关？好像都知道，但是好像都没什么在做。我们每一天的心，我们想想看，我们一天想多少事情？我们的一天，我们的心都放在哪里？都在外面跑都想很多事情静静的坐在这里，各位，我们现在人坐在这里静静的什么事都没有做，可是我们的心呢，有没有真的静下来？有没有真的在这边听？也没有我们的心还是会想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心要收回来，让你的心不要乱跑，很难真的很难所以大学也跟我们讲我们要止于至善嘛，我们的心要止在至善的地方要止于至善，因为你唯有止在至善之后，知止后面才有定静安律的才会产生出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用正来治我们的心，要收回来。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止，你一定要先停止了我的念头不要再想了，不要再纷飞了，不要再往外了，赶快收回来，停止了，先停止它的分段，然后呢收回来，回归在这个一的地方收摄我们的心神不要让它散乱所以在孟子也给我们讲，学问之道无他。我们学问学这么多，我们来听道理听这么多，为的是什么？无他，没有其他的，就是什么？求其放心而已就是把放肆出去的，把在外纷飞的、在外奔跑的这一颗心，把它收回来，就只是要学这个而已这个就这么难了，你就要学读那么多的知识，学习这么多，无非就是只是要把我们这个外善的心，把它收回来。那能够这么做，我们就是在治国了。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心，我们这个身就治好了。有没有很简单？很简单，但是呢，很难做，因为心都不听我们的。我们都很难去控制我们的心所以以正治国，跟我们讲要明神
要收拾啊。所以这一句话其实就是给我们讲要收心，要定心，重点就是要守住当下这一念。所以我们可以慢慢学习啊，我们的心常常会往外跑，常常会想东想西，想有的没的那我们就学着，我现在收回来，我现在就想现在的事情就好了。这个就是一种觉察的功夫啦那觉察的功夫其实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很清楚，我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在想什么，我现在在说什么，我们都清清楚楚。这样就对了。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对呀，我现在在讲话，我知道我现在在讲话，但是我们常常都不知道，我们常常都不清楚。各位同学，我们有没有生气的时候？有。他讲话刺到我了，不合我的意了，他做的事情不合我的意了，我无名火起来就生气了。那生气的时候，我们讲出来的话好听吗？不好听，而且伤人。那我们生气又伤我们自己的事后我们在回想的时候，当初我为什么要讲这么伤人的话呢？其实是无心的当时我们无明火一来所讲出来这些伤人的话，其实都是无心的，不是有意的。因为当下在生气的时候，我们是无明的，我们是不清楚我现在在干嘛，我不清楚我现在所讲出来的话到底是什么，因为当下它是无明。所以你要清楚我现在在说什么话，现在在起什么念，你要清清楚楚，很难，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学着做，试着做，这样子我们才能真正的做到宁胜，才能够真正的来治我们这一个身治这个国啦那这是第一句的，然后。第二个跟我们讲要以其用兵，好，这样以其用兵。候选人一开始看到都觉得，哇，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好，用兵，各位学姐，什么时候会用兵？战争。什么时候会用到兵啊？打仗有打仗，那为什么会打仗？为什么会有战争？冲突对立所以就是说我们受到侵略，或者是我们想要去侵略别人嘛，这个时候就会用到兵了，兵就开始起作用了。那用兵就是为了要平息这一个纷争嘛，对不对？因为有纷争了，有战乱了，所以我兵要出来。那兵出来就是要停止这个战乱嘛，不然为什么要发兵呢？所以你也会用兵，就是因为有乱产生的，你要治这个乱，所以你用兵去镇压它，去打压它，要平息它。所以用兵的目的是要停止战乱，是要怎么平息掉，对不对？对，用兵是要平息战乱，所以呢，目的是要停止这个战乱，而不是要屠杀。不是要屠杀我的目的是要停止战争我才用兵。所以老子跟我们讲，用兵它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是不得已的所以我们清楚用兵的目的是要停止这个战乱，所以呢，就是要用最少的伤亡，达到最好的一个成果，这才是用兵之神才是最厉害的嘛所以才会有《孙子兵法》那么好用可以用最少的一个伤亡，那是达到停止战争的一个目的，这是最好的。所以要用以其来用兵，你要用出其不意的方式你要用以其来制胜的这种方式来用兵，这才是最高的一个境界所以才会用以其来用兵那到底什么是其？那其其实它就是一种变化，一种权巧，一种方便，一种法门，一种方法。我用一些很特殊的方法来去平息这一场战争我用像我们《孙子兵法》为什么会有36种
36计，第36计就是什么？走为上走为上策。那我们就知道这一句后，总共就是有36计哈。那里面有很多计啊，像我们都清楚什么空城计啦，或许没有读过，就印象中的就是空城计啦，很多的计啦。他用这些其实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为什么要这么多方法？因为它对应不同的状况嘛，每一次的战争，每一次领兵的人都不一样，他的方式、他的习惯都不一样，整个环境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根据每一次的状况，然后去拟出最好的一个方法，来去用兵，来去平息这一场纷争嘛。所以棋就是方法，就是全变，你要很多很多的方式去使用它，然后去弄它。所以呢，好，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讲，其实这里就是要讲民心啊。目的，刚刚后学有讲用兵是为了平息纷争，所以那我们有没有纷争？有，我们的纷争很多，我们的念头很多，我们的一些习惯，我们的脾气毛病有没有很多？很多。所以当我们无名的时候，当我们脾气毛病来的时候，当我们在情绪的时候怎么办？你要不要对视它？要所以我们道场都跟我们讲，修道在修什么？就是去脾气改毛病嘛。那去脾气改毛病的目的是为什么？就是要民心啊。就是要为了民心你要让我们的心清楚明白所以这一些目的就是为了要民心，所以我们为了要民心，就是要用义气，用你要用很多的方式去对治这些的纷乱，对治我们这么多的脾气毛病。所以用兵就是要对治我们的习气，对治我们的妄念很多嘛那这个方法要